主事玉皇上帝台湾守庙天坛，伫入庙开始就重视社会救济工作。依照传统精神，伫每当12月份办理慰问金发送，希望透过宗教信仰的力量，帮助到更侪需要的人。今年审核通过补助人数总共有771人，总共发出462万6千块。听说这个善行已经做21单，所照顾出来，咱这较弱势这团体，会使讲几万个，付出的金额几亿个，搁几亿个吼。尤其更加感谢咱天坛，会使讲是迄个慈善事业做了真好，搁对宗教活动、幼稚公庙的部分，他非常的支持吼。而且代表市府会当来感谢咱迄个董事会搁所有这执事人员，非常感谢天坛甲当中，伊这种帮我一个清函，宣布的迄个慰问金吼，已经办12单啊，即只呢，是只先甲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，迄个当岁岁平安吼。天坛遵循宗教关怀宗旨，当年推动社会公益，包含兴建天坛老人养护中心、发送奖助学金、爱心物资捐助。当年以来参与公益慈善事项，也得到内政部以及台南市政府颁奖表扬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